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讲孔雀是好吉兆，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雀，孔雀的雀，读只有雀第四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雀是鸟仔名，一款细细只的赤鸟啊，叫做雀。也毋过咱即马是讲麻雀，是一款拍牌啊游戏。一届有4个人算，一副麻雀拢总有144张麻雀字啊。另外，咱人的皮肤若是生一粒一粒咖啡色的斑，咱讲是雀斑，这个鼻音读做雀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孔雀，这是一款鸟啊，本地是出现在热带地区，形亲像天鸡，大大只，差不多3尺长，翅仔较短，光的特别水，头壳有冠，尾溜特别长，天开的时是4形，有人饲来欣赏。第二个词读做麻雀字啊，意思就是拍麻雀用的牌啊字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阿明和朋友相招拍麻雀，运气真好，逐局的麻雀字啊拢是好牌。伊就想讲，敢会是前2天啊去动物园看孔雀，才有好吉兆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雀，这是文音；另外鼻音读做雀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